来看台中一个80多岁老大人哦，伊真爱爬山，所以伊的正脚的脚头骨的关节受损甲真严重。伊手术换人工的关节哦，刷细菌感染。后来团队是利用一种3D 列印的新技术来为伊治疗。伫手术的第2天哦，伊就当自由活动咯。用助行器行路行甲真载，坐落来了正脚还阁会当春秋，完全摆脱手术失败阴影。今年81岁的江阿伯，少年时阵真爱爬山，但是正脚脚头骨关节磨甲萎去。一年前开刀换人工关节了后，煞又阁肿又阁痛，服用抗生素也无改善。转院检查了后，才发现是细菌感染，一直肿起来，很痛，痛到这个都是很红了，痛到好像快要没有办法走路了，就吃这个抗生素。他说一个疗程要3个月，结果停了1个礼拜。就又开始肿起来，又开始痛了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台湾平均每年有1.5万人换人工关节，手术了后感染大有1%的发生率。医疗团队是以新技术放入去3D 列印活动型骨水泥，取代传统手做活动型骨水泥，让江阿伯先控制感染。因为关节手术了后第2天就会当自由活动，因此会当减少关节挛缩、走精，也有肌肉萎缩等问题。后续换人工关节的时阵，也会当有效降低无爽快甲并发症。医生自己手做的活动型骨水泥，但是这个形状不好，那这个稳定度也不好。那所以病人在活动的时候容易脱臼。我们现在做这个3D 列印的骨水泥，它的这个力学，我们在电脑上用3D 列印的技术优化得非常好，并发症大大的减少。医师提醒，人工的脚头骨关节手术了后，若是有痛、肿、浮人的状况，治疗了后无改善，就有可能是感染。若无及时的治疗，会有一直手术挽掉人工关节的问题，甚至有可能造成永久失去关节功能。一定要谨慎。记者台中报道。